係人都知 CWB 即係銅鑼灣 TKO 等於將軍澳，咁張中呢？係將軍澳中心啊。屋苑位置喺將軍澳站隔離，步行只需3分鐘。項目共有3期，12座大廈合共提供4000幾伙住宅單位，實用面積介乎384至1516平方尺，間隔以2房戶為主，亦都提供3房同埋4房戶，同埋少量過千尺特色單位。小學95校網，中學校網位於西貢區，擁有多間 Band 1名校。雖然佢有個超過25萬平方尺嘅住客會所，但將軍澳區集中有好多唔同種類康體設施，例如運動場、單車館、公園、攀登場等等。住戶可以經天幕扶手電梯直達基座嘅大型商場，呢度匯聚超過180間商鋪，有超市、食肆同化妝美容品牌等等。想睇呢區租售樓盤，立即瀏覽 House 730。